所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伫上帝所定的日，咱用欢喜感恩的心，三甲来敬拜。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感谢上帝，你对阮世间人的疼，展现伫阮成长伫家庭的中间，有养育阮的父母，将上帝的疼灌压伫阮生命的中间。主愿感谢你，搁一摆用你的话来养饲阮，互阮记得上帝你的疼，长看关心，互阮常常伫主你恩典的内底，和父母囝儿有真水亲密的关系。献上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伫咱台湾人的传统，8月初8就是老爸的节日。5月第2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伫遮来祝福咱所有做老爸的会当健康有快乐。一般来讲，伫咱家庭的中间，老爸甲囝儿的关系比老母甲囝儿的关系较生疏。为什么会安尼呢？咱伫信息的内底会甲咱做伙来分享。其实，伫上帝创造人类的过程内底，甲伊的设计中间，是要互人类会当伫父母囝儿伫真亲密的关系内底，来起造人的生命。总是当罪进入世界了后，人甲上帝的关系受破坏，人甲人、人甲父母的中间的关系也受破坏。总是伫耶稣基督来到伫咱的中间，伊要带来的就是医治、更新、恢复的祝福，伫每一个家庭的内面。但今早起，咱三甲对圣经旧约上尾一本册，就是马拉基书就是讲伫马拉基这个先知所写的这本册内底。简单有4章那点，伫这个4章的中间，伫最后就是旧约最后的2节的圣经，伫这个所在来讲起，就是讲看耶和华大国通行的日子要到的大成，伊要找先知以利亚到伫恁的中间，要互老爸的心活倒转，伊的囝。做囝儿的心要活倒转来伊的老爸，免得我来救助这个全地。但这句话伫整个旧约上尾的2节的圣经内底，伫咱今仔日来孝念老爸节日的中间，咱搁一摆通过家庭的关系，咱来看这段的圣经。头一段伫这个内底，马拉基先知伫这个所在讲，互老爸的心来活倒转伊的囝儿。我感觉这段圣经伫咧看、咧思考的过程内底，真然有意思。为什么伫这个内底敢若讲老爸的心要活转伊的囝儿？我爱讲老母的心要活转看伊的囝儿。伫这段圣经内底，咱检采会当伫咱实际的生活内底来经验这种的情景，也就是讲，大部分的囝儿甲老母的关系比较亲密，甲老爸关系就比较生疏，那呢就是有代沟，甚至伫冲突的中间也比较困难来化解。为怎样是安尼呢？所以先知伫这个所在咧提起，互老爸心来转伫囝儿。原因伫咱生活的中间，大部分做老爸的，甲伊的心思、甲伊的精神、甲时间、甲体力，拢放伫工作的顶面。
特别伫咱台湾的社会，也是华人的社会，认为一个查甫人是毋是有成就甲成功，伊的价值就是讲，伊伫工作甲事业的顶头，是毋是有成就？至少伫即种的环境甲文化的过程内底，就查甫人自我的形象，大部分是靠伊工作的表现来建立。为什么会安尼呢？咱会当对创世纪第3章的中间人看见，当亚当犯罪、夏娃犯罪了后，上帝甲伊赶出伫埃甸的乐园，伫遐甲伊咒诅这样代志，就是讲，妇人人爱有生囝的痛苦，查甫人就爱汗流满面，才会当得到食饱。伫这种的过程内底，互咱看见。查甫人爱汗流满面，才会当得到食饱。那安尼时阵，就是伫家庭的处境的环境的结构内底，亲像是先生是扮演家庭经济上要紧的。第四，先生将时间、精神、体力放伫工作的中间，所以先生工作倒转来到伫厝的中间。当然真忝，啥物代志都无想要做，干那看报纸安尼那点。所以当囡仔来找爸爸的时阵，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莫吵，你去找恁妈妈啊！你啥物代志拢去找恁妈妈就对了，你莫来找我啊！这亲像伫咱的我啊，甲咱大家成长的过程内底，亲像这句话常常咧听到。有时阵，老爸甲囡仔约束，讲咱伫即个假日，咱要去佚佗，要去郊游。总是伫迄个假日，拄是公司爱加班，爱开会，所以老爸就甲囡仔约束放咧，去公司的所在开会，去遐来加班。这一前已经前几冬啊，半冬一冬啊。但囡仔拢永远记咧，我的老爸甲阮爽约啦，就是讲约束的代志就无照安尼去行。加上伫咱东方的环境甲社会过程内底，老爸角色就真严苛，也是讲较威严咱常常讲是严父慈母老爸是一个扮演较严的角色，所以。老爸工作倒转来，真忝。问囡仔头一句话，就是讲：你的功课有写好啊未？亲像老爸甲囝儿的关系，就是建立伫伊是毋是有甲伊的功课写好势。其实伫咱今仔日，伫男性、女性这个平等的社会内底有时阵女性嘛爱去工作。就是查甫嘛去工作，先生太太拢咧工作，但是亲像倒来厝的时阵，先生就会当放轻松，但是太太依然爱煮饭，爱发落处理所有的代志。所以，大部分的囡仔拢真意爱甲伊的老爸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一本册叫做《查甫人接手的秘密》男人执手的秘密这本册内底咧记载讲，每一个查甫的，无论是囡仔还是大汉的，伊拢有一个心内的秘密无讲出来，拢总有6个。头一个，就是查甫人伫伊暗藏心内的秘密内底，伊真期待的这样代志，就是会当甲伊的老爸会当有一个疼的关系，会当受肯定、受接纳。会当听伊囝儿咧讲话，毋然呢，会当用行动来表达对囡仔的肯定甲安慰。总是事实上，伫咱做老爸的生活内底，有时阵咱拢做无到。囡仔了细汉的时阵，伊上需要的，就是父母的陪伴、父母的关心、鼓励甲接纳。到有一天囡仔大汉咱要陪伴伊，伊嘛无爱咱甲伊陪伴。
伊拢会找男朋友甲女朋友。所以咱会深深感受到手抱孩儿，才知父母心。所以咱每一个父母伫咱家庭的生活内底，言行举止，拢咧影响咱的下一代。咱的下一代，伊的生活、伊的行为，是受到父母所带来影响。伫清朝末年，有一个禁婚的人，这人叫做林则徐。伫伊的册内底有写起一句话，伊安尼写讲子孙若亲像我遮尔敖的时阵，都毋免留财产互伊。实主子孙遮尔敖，有才能有才调，就是搁互伊较济财产，伊的志气就会无去。第二句伊话安尼讲，子孙若无亲像我遮尔有才调，那留钱互伊要创啥物？囡仔，咱的下一代安尼愚妄憨慢，但是呢，互伊遮尔济钱，都是增加伊的犯罪那点。而且内底，互咱看见，今日咱正做基督徒，咱伫即个老爸节期内底，互咱搁一摆来提醒，咱伫家庭内底，除了扮演工作、筹划、维持家庭的经济，即个以外，老爸带伫家庭的信仰，这是一个足要紧的角色。家庭的信仰是起造伫父母的中间，才会当一代煞过一代。第二段，咱会当看见马拉基书伫这个所在讲，囝儿的心爱活倒转来老爸。若是讲囝儿的心拢真期待老爸会听、接纳、肯定。那为什么囝儿的心会离开老爸远远呢？我想伫这个过程内底是受伤的因果。什么是受伤的因果？就是伫囡仔细汉的时阵，伊真欢喜要甲伊的老爸来分享伊的成就，还是快乐的时阵，老爸拢甲伊拒绝，还是甲伊泼冷水。用我家己一个例来讲。会记得我伫小学3年的时，有一天，这个学校有一个劳作这个劳作这个劳作是做这个这个锯这个折纸锯一只这个船我感觉家己锯了袂歹呢。老师嘛分数嘛拍了真悬。转去的时阵要甲老爸颠报一下，讲我伫学校这个锯这只船锯了真好。老爸就跟我讲。这细项代志有啥物通我点的？要点嘛要点大项的代志，点这细项的代志。了后，佫继续看报纸。这种的反应，就是互我伫细汉的时阵受拒绝。中文叫做被拒绝。咱知影伫心理学的顶头，一个囡仔受拒绝的时阵，大汉了大概会两种的性格，一种就是自卑感，就是我做啥物代志。拢未受到肯定啦，我做较好，嘛是互人嫌啦，所以这种就是会产生一种的自卑感伫伊的心内。另外一种就是爱表现，为什么真爱表现？就是要暗藏我心内自卑感，互人知影讲我无遐憨慢啦。这种的伫心理学的过程内底，就咱知影，伫囡仔细汉的时阵，咱若常常甲伊肯定，甲伊学了，伊大汉了。就较有自信，有自信，有自信。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咱看见囡仔面对伫挫折、功课无好，伊真需要有人安慰、鼓励的时阵，总是常常老爸无伫厝的。一方面是老爸无伫厝的，佫一方面是老爸若伫厝，大概敢若看报纸。搁看电视、看伦敦奥运还是伫电脑内底咧拍电脑。现代一句话讲，把小三带回家过去这个小三伫外面，即摆是小三带回家，就是讲伊伫厝敢若咧转来厝头一个动作，若毋是看报纸、食饭，就是咧拍电脑。
其实囡仔嘛安尼咧学习嘛，囡仔伫厝嘛是看报纸，食饭，拍电脑，关伫房间的所在。当囡仔要甲老爸讲话，抽爸爸的衫，爸爸我甲你讲，爸爸讲莫吵，你搁吵我就甲你修理。伫即种的环境内底，互囡仔伫细汉的中间，伊的心就受到拒绝，受到伤害。即种的冷淡，互囝的心渐渐离开老爸。今咱的社会，愈来愈侪囝儿经历，伫囡仔成长的过程内底，老爸欠息。这个欠息有可能是离婚，有可能是单亲。有可能是老爸有某种的缘故来离开，当时伫囡仔伫细汉的时阵，经历老爸欠息这种的代志的时阵，到一天，老爸会老，囡仔呢？囡仔会安那？囡仔会大汉啊！囡仔会大汉。当囡仔大汉的时阵，伊就会经验囡仔的欠息。当然，感谢主。拄则所讲的，拢是一个家庭的点点滴滴。大部分咱的家庭，拢是一种的美满、幸福的家庭。咱感谢主。当细汉的时阵，老爸欠息，囡仔渐渐大汉，变做老爸会经历囡仔的欠息。也就是讲，囡仔大汉了后，伊开始有伊的家庭，伊嘛开始咧无用伊家己的事业、家庭。所以呢，囡仔就无时间甲老爸讲话，伊家己都做无用的啊。所以，伫即种的过程内底，伫感情上、伫情感的中间，互相都伫遐疏远。咱会当伫看咱的爱养中心咱会看见假日的时阵，真侪父母伫遐期待迄个囝儿伫遐来甲伊探访，总是。有的父母伫遐等，对早起等到暗时，囡仔拢无来。即种的失落感、失落感，伫迄个家庭的中间，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咱真需要囝儿有一种的体谅，囝儿爱主动将过去所拄到的伤害、疏离感、重新来甲伊恢复，就是讲，囝儿爱主动伫遐甲父母来亲近。这个阶段，做老爸老母上大的满足，就是会当看到伊的囝甲伊的孙。但是过去几十年已经足疏远的啊！你要叫老爸来主动甲囡仔，有时阵迄个面子上真困难。当然，老爸乃当主动甲囝儿回息咧，伫过去的时间，当然囡仔也当主动来老爸。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伫这种的疏离感疏离感的过程内底，咱要哪互这种的亲子的关系重新会当得到好好，这当然需要上帝的恩典。伫咱所读的马拉基书第4章第6节。上帝予咱一个宝贵的应允，伫咱的家庭内底。伊讲，耶和华大堂囝日子还未到以前，我要找先知以利亚到伫恁的中间，互老爸的心活转囝儿的心活转伫老爸。伫即句话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 key point， 就是上帝要找先知以利亚来到咱的中间。但先知以利亚伊做什么款的工作？咱会当恢复伫圣经的中间。第一个，以利亚先知伫伊的时代的时阵，伊就是带领以色列的人民离开拜偶像的生活，来敬拜上帝。伫加密山的顶头，把这个以利亚来甲450个巴力的先知来相杀，来杀赢。因要建功，什么？阮所敬拜上帝，才是独真的上帝。这是以利亚一个头一个足重要的工作。第二个，伫新约的中间，主要所慢慢应用
这段圣经，伊讲正先知甲律法直到施洗约翰为止。遐公务员，恁若接受，这个人就是迄个要来的以利亚。伫这个内底，有咱看见讲，耶稣咧提起讲，这个施洗约翰，就是迄个旧约的以利亚，已经来到伫咱的中间。马太福音11章13节甲14节。施洗约翰伫伊的时阵，伊做啥物款的代志？伊就是做悔改甲活倒转一个代志，足重要。咱看马可福音第1章15节，时机成熟，上帝国要实现咯，恁都爱悔改信福音。所以施洗约翰所做的，亲像以利亚咧做的共款，就是做一个悔改甲活倒转这个工作，就是互人悔改活倒转来入捌上帝。咱来用这个角度来看，老爸的心活倒转囝儿，囝儿的心活倒转老爸，这两项拢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迄个关键就是活倒转、回转。return 啊，这个活倒转这个代志啊，咱知影伫圣经内底咧讲悔改，就是讲咱本来行这条路，知影毋对，咱活倒转180度弯倒转，行向上帝迄个路，迄个就是悔改，也就是活倒转。伫这种的疏离感的过程内底，咱要怎样来活倒转？咱的上帝，阁互咱有机会。好一个，有几项咱会当来学习，就是老爸爱将注意力对工作甲事业应酬活倒转到囝儿的身上。过去10几年前，捌流行一个口号，叫做“爸爸回家吃晚饭”，就是老爸真无闲，伫伊的工作、伫事业的中间。总是伫家庭的生活，迄个囡仔真期待，伫暗时会当看到爸爸甲伊做伙分享伊的生活。第二项就是爱了解囝儿咧想啥物。囡仔伫无共款的阶层、幼稚园的阶层、小学的阶层，以及伫伊高中、大学的阶层，伊每一个坎站拢无共款，伊咧想的代志嘛无共款。所以咱会当有一个时间，会当甲囡仔做伙来了解伊即马咧想啥物货，会当伫迄个沟通的过程内底，就会当伫遐互相得到帮助。第三项就是会当听因的心声，囡仔检查有真侪心声免是大人来讲，但是是大人拢无时间。所以，若有这个时间，会当了解伊的心声、伊的感触、伊的感受。特别伊要读大学的时阵，伊要读啥物款的科系，伊伫迄个中间咧张图的过程内底，咱会当伫遐来帮助伊。第四个就是会当支持甲鼓励。若是一个正面的好的代志，就是会当伫遐支持甲鼓励伊。伫今咱这个时代。上无好的一个代志，就是老爸要未完成的使命，爱囡仔去完成。譬如讲，老爸无做医生，爱真期待伊的囡仔就会当去做医生。有一摆，一个老爸甲带囡仔去佚佗的时阵，伫佚佗的中间，这个老爸看到一间足水的别庄，足水的，这个老爸就甲囝讲：“老囝，你都较认真读册咧。”将来你才会当住伫即间别庄的顶头。这囡仔已经大汉啦，甲因老爸讲：“老爸，你较早拢无读册，拢无认真读册，所以阮无法度住伫别庄内底。”我感觉这种的回转，爱的回转，上帝恩典，互咱伫过去已经这种的欠缺、生疏。也是破裂的过程内底，会当重新伫遐，过一摆伫上帝恩典内底来得到恢复。20世纪末有一个美国一个女士，这个女士叫做布里基斯，这个女士这个女士呢
这个发起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叫做蓝色缎带运动。就是讲，伊望伫2000年的时阵，全美国每一个家庭拢会当摕到一条蓝色的缎带。这个缎带顶头写一句英文字啦，叫做 "Who I am makes a difference" 意思就是讲，阮会当为着这个世界来创造无共款的价值，咱拢会当为着咱徛起这个世界来创造无共款的价值。这个女士就鼓励每一个家庭会当摕到这个缎带，有真侪感动人的故事。有一天，这个女士就送3条缎带，给每一个家庭，就是伊上好的朋友送伊3条。甲伊讲，你会当送给其他你的好朋友其他的家庭会当送伊1条，互因嘛会当为着这个世界创造无共款的价值。当伊好朋友摕到这条缎带的时候，伊在想讲要送给什么人？伊想到头一个，就是伊的头家。讲伊的头家做代志真认真，佫真挑剔，佫真够骂人想讲哇，有时嘛真受伤的。但是呢，这个员工想讲要安怎甲伊的头家有一个好好的关系，伊就送这个缎带给伊的头家。甲伊讲头家真感谢你，过去的时间，借着你的督责甲指导，互我会当做每项代志，拢会当真正面积极做好势。我真感谢你。然后佫加送1条。互这个头家，讲你会当，你1条了后，你会当佫另外1条送互你要关心的人。当这个头家摕到这个缎带的时阵，想啊想讲伊应该送互伊的囝，因为几10年伊甲伊的囝的关系一直拢无好势。想讲毋通有机会通过这个缎带来甲伊的囡仔讲实的，讲囝。你是老爸所疼的宝贝。当伊到伫厝的中间，鼓起勇气老爸的尊严安尼摕出来，甲伊的囡仔讲，囡仔真是的。伫过去，老爸因为无闲伫工作，得到师父对你的关心、肯定甲鼓励，我要甲这条缎带送互你，互咱伫上帝厅内底，当佫重新得到好好。当老爸讲这个话了，伊的囝煞大哭规半点钟，哭袂停。当这个囡仔哭了的时阵，甲伊的老爸讲：“老爸，伫过去几10冬的中间，我感觉我的人生拢无价值，因为你遐嫌、遐骂，我感觉我拢真无尊严。”嘛真无价值，我嘛达袂到老爸你所期待的标准。我拄我计划，下远我就要去自杀啦，因为我人生真无趣味啊。但是这个老爸听到这句话了后，伊嘛大声哭半点外钟，两个爸仔囝揽咧都伫遐哭，因为过去的时间并无好好来重视爸囝互相的关系，都是通过这个蓝色的缎带，咱会当创造无共款的价值，来重新恢复老爸甲囝儿这种好好的关系。咱所听兄弟姊妹，上帝赐予咱有美满幸福的家庭，咱感谢主。即使咱伫这种的关系内底已经疏远去。咱会当靠着主的恩典来回转，用重新用主的疼、耶稣基督的疼，迄个赦免甲和解伫咱的中间。亲像《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甲第4节，讲做囝儿的，恁都爱听叹你的父母；做老爸毋通激你的囝受气，都爱用主的疼来养育伊。望咱搁一摆伫即个老爸节期的内底，
重新互咱伫即种水的关系内底得到恢复，得到祝福，伫咱每一个家庭内底。即摆咱有一个小朋友要来分享要来分享伊甲伊厝里的关系，伊的阿公、伊的爸爸怎样伫遐真好来甲伊教导、指导伊，来到伫顶头来。你几岁？7岁。7岁，你用台语讲哦。牧师、各位阿公、阿嬷、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平安，爸爸节快乐！我是张医生，今仔日我要来介绍阮厝里的人。伫阮厝内第一大是上帝，因为十诫的第一条有讲，我以外毋通有别个上帝，所以基督是阮家庭的主。感谢上帝看顾，互我有2个阿公、2个阿嬷、爸爸妈妈，阁有小妹。头先，我的阿公，人拢叫伊3K。我考试若考100分，伊会互我奖金，甲我鼓励。摕到奖金，我真欢喜。愿上帝祝福伊富足喜乐。阿公上爱的阿嬷，伊最会煮菜的，伊煮的菜我真爱食，拢会互大家食甲笑嗨嗨。我嘛真爱伊，愿上帝祝福伊身体勇健。我的外公是一个做无用的外公，拍拼上班，不来运动，爱耍电脑，嘛爱斗讲妹妹。伊嘛是阮兜上后祈祷的人。伊讲诗篇23篇，就是咧讲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对，你的管会安慰我。过来，为我做上侪代志，上照顾我的是我的外妈，伊因为疼我，所以教示我这样过。伊上爱讲的一句话是感谢主，愿上帝赐予满满的气力甲福气。我的爸爸是一位足巧的电脑工程师，感谢主，大家拢讲我的头脑真像伊。今年到期。实在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愿上帝祝福敬畏伊的人。我的妈妈足水的，虽然我无我互伊生气，但是我犹原是伊的心肝宝贝。箴言23篇25节讲，你着互你的爸母欢喜，互生你的母快乐。妈妈是我，教我足辛苦。我上爱的人是伊，愿上帝祝福伊永远青春少年。最后，听讲有一冬，我的外公伫教会看年的祈祷会，大声的祈祷讲：我想要做阿公。过年了，我的阿母就是我。所以阿母讲我是上帝赏赐互阮兜上大的祝福。阮今年已经7岁，我要认真读册，乖乖大汉，将来要报答所有疼我的人。阮恁甲主婢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遐我的厝。感谢各位听我的分享，我是一个幸福的囡仔，感谢主。这是咱教会栽培出来的细囝，敢若7岁那顶，伊会当用真水的台语来表达伊的感谢。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听，
因为你亲像老爸咧疼阮。天父上帝，你的慈爱永远甲阮伫地，互阮伫你的疼内底，具体伫阮的父母养育栽培，互阮得到成长。上帝，阮感谢你伫即种好的福气，互阮每一个家庭拢通得到温暖、幸福甲快乐。愿天父上帝，你也祝福伫阮所有做爸爸的，会当伫你疼痛祝福内底来培养一代搁一代，是敬畏上帝的囝儿。愿伫你面前用感恩的心献上阮的祈祷，我靠耶稣基督。